来看全长超过15公里的高雄市立园道，伫铁路地下化了后，即马真正是民众休闲的好所在。也毋过最近所发现，讲有一寡汽车佮奥多麦拢驶入来，是真危险。市政府嘛强调讲，这是禁止汽机车哦，那你也着上少会当罚600块。没那么蠢。蠢到哪里去了？含驾驶看了拢感觉含有汽车一路驶伫高雄立园道，但是这明明敢若会当互行人甲自行车使用，禁止汽机车。应该正常来讲，应该有基本观念吧？那种都已经，对啊，不一样了，应该是不行起吧？如果还有多几根柱子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比较知道说机车不可以上来。那个现场也是有车辆违规撞入来了后停伫遐，民众讲车辆乌白撞的情形常常看到，含脚踏车停车架嘛，互撞入来汽车弄歹去，原本的路洞嘛，互弄歹去了后刷去别位。汽车驾驶人驾车行驶人行道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另本分局已责请辖区派出所加强该路段的巡逻及取缔。立园道全长15公里，伫铁路地下化了后，绿化变作是民众休闲的地点。去年全区单煞取缔超过3500件，其中罚上济就是骑车驶车入来人行道，嘛互地方划为要市府来设路洞。公园处将视状况评估是否增设阻隔车主。市府表示，汽机车违规主要由警方来处理，公园处是负责定议体维护。烦恼车动会影响到身心障碍朋友的通行，咱要设置，还阁看后续观察来评估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个人报道。